性别意两性奥，大家好，我是碧纯，带您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那我们讲到这个老师跟学生哦，因为呢平常相处的时间长，然后接触也很频繁，所以呢有了一定的熟悉度跟信任感。但是呢一不小心可能会越过了这个分寸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我们要从师生的往来分际来说起。那今天除了我们的性别平权专家以外，我们还邀请到了法律专家，现在来为大家做个介绍。现在我们再来欢迎安恒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郑由耀律师。是，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另外一位来宾呢是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张英韶。那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哦，可能就是要提到一本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不晓得说这个事件哈，我们观众朋友还有没有记忆啦哈？那之前闹得很严重，那可能他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哦那个有关于性侵的疑云啊等等哦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要来请教的就是说，到底呢我们补习班老师有没有归类在性平法里面呢？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请教律师。是。关于这个补习班老师的部分啊，其实如果以性平法来看的话呢，补习班老师他是并没有在那个法律的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之内。对，所以是没有的。对，是没有这个法律的适用啦。对，那如果说它产生相关争议的话，就可能要寻求其他的法律。对，就是补习班老师可能会比较涉及到的啦，大概就是那个性骚扰防治法的问题啦。对，因为以法律的适用来做区分的话，因为性平法它可能就是适用在校园的部分，对，那补习班它也不是校园啦，所以它基本上就没有这部法律的适用，对。但是如果补习班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比较常听说的案例，他可能是上课的时候好，或者是放学的时候，然后他可能会跟学生留了一些联络方式，然后因为现在那个通讯软体太发达了啦，对，可能会有一些脸书啦、IG 啊，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约学生出来。那有听说过，其实这个法院也有判决过啦，那也是以前有协助处理过的类似的案例。对，那样的案例，它就可能是说以指导课业为名嘛，因为像我们在教的补习班是那种我自己本身有在教嘛，那我们在教的是那种公职的补习班，那会有一些学生他其实很希望可以赶快考上，那尤其是一些可能落榜2年3年的，他那种考上的就是那种欲望非常强烈啦。那你在补习班老师对他们来讲又是一个有光环加持的，那你又资深，然后你只要跟他讲说，我可以教你怎么快速考上，那你很容易就约出来了。就约出来了。对，那约出来了之后，他可能有心的人就会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做一些坏事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呢，郑律师是很有名的吕程老师，他就是在那个我们就是公职人员的就是在教授方面就是非常有名。那而且本身呢，我们这样看，大家都觉得你长得很帅，所以其实你的成功几率又更高。但是当然不会去做坏事啊，是，对不对？对，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了，就在教补习班就是你在讲台上面，它会有一个光环在，那它大概就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你说费洛蒙吗？就是它会有很奇怪的那种磁场，就是有些学生，尤其是刚出社会的小女生那或者是她可能大学刚毕业就要考公职的这种，那她会分不清楚那种仰慕的情愫，对老师有爱慕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的那个，我觉得都还好，但是其实像我们很常会，就是有时候会被骚扰啦。对啊，像你这样子的话，应该通常会有很多的学生会找你，是不是？对，但我觉得有时候不是长相的问题，就是那个光环在，他们根本分不清楚。对，那就是像那种被骚扰，有的是真的蛮可怕的，就是像我自己遇过，他会去合成我的照片，那或者是造假那个 LINE 的对话记录，就是他用了2个账号，然后一个账号是我的头像，然后看起来很像就是我在跟他做对话，然后聊天，然后甚至跑去补习班哭诉说我始乱终弃，
哇，因为他那个对话其实是很露骨的，就是什么我约他去洗温泉啊，因为好几年前的事啦，那个内容我有点忘记，但是就是洗完温泉了之后，跟他发生关系之后就不理他。哦，对，那件事情其实闹蛮大的，因为那个补习班的主管有来找我，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对，那后来补习班一查了，去问他了之后，他也顶不住那个压力，他就有承认了。对，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啦，然后或者是那种会突然。也不知道，因为我的资讯网络上有时候是查得到的，对。然后他们很厉害，就是他可以直接找到我家，然后半夜的时候在那边等你。哇，对，那个其实我觉得都蛮可怕的啦，对啊。但回到我们刚刚聊的话题，就是如果真的有心要利用，其实很多机会。对。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遵守那个分际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哇，所以我们本来是请律师要来讲一下有关性骚扰啊、性平这方面，结果他是本身就是性骚扰被害者，对，所以我们今天好多东西可以谈哦，对不对？来，伊莎老师，是我想就我们一般啊，在校园里头看到了，其实刚刚律师讲到了很重要2个概念呐，一个当然就是辅导。那辅导的概念里头就是分2个，一个是生活的辅导，那一个是专业的辅导。像刚刚说一直很渴望要考上，那这里头就心里头的挫折需要被安抚嘛，然后再来就是课业需要被加持嘛。那但是这个在校园里也是同样的，也是这2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蛮多的状态哦，尤其在孩子们常常在生活里头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困扰，包括人际的困扰，包括家庭的困扰，包括自我这个认可上面的一个困扰。那这些呢，可能老师就会对他有一些所谓的辅导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辅导的过程里头，通常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升温的时机点。不管是老师可能是借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老师其实没有特别怎样，但是学生却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依恋的情愫，对，生活的安全感。那这样子在互动的过程里头，很容易最后就是擦枪走火。然后再来一种，就是我们就去提到的所谓在课业上，那课业上当然辅导是一回事，但是其实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其实是所谓的交换。权势的骚扰，当然在职场上权势就是说升官啊、加薪啊、考核啦。那但是在学校里头也是会有成绩绩效上面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你的论文啦。或者是你为了要领奖学金啊，你需要有一定的成绩啊，那这些也常常会发生在学生跟老师之间互动，也出现了擦枪走火，然后后来就引发了种种的纷争。所以就是校园里面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性骚扰的案件那这样子律师，那像你在执教的这个补习班里面啊，你知道说其实补教界会让人家感觉说有些老师是真的都会利用他的权势，然后像你一开始讲的约学生出来，然后这种案例蛮多的吗？这种案例其实我觉得不算少数啦，但是我觉得都还是看人，对，因为像就是。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多少会八卦啦。那你可能会听说的，就是某些特定的几个人，他们对，就是会有些超有名的，对，会约的，对啊，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其实那个真的算少数，因为以我自己教到现在10几年了，大部分的老师其实我觉得都是认真在教学上面啦。都蛮安分的这样子。对，律师，我们听说那个你的老婆也是你的学生，对不对？对，是没错。是但是你就只教过这个学生吗？对。对我好像在质问律师。为什么我现在好像被诘问的感觉？对，所以律师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教他学生的时候还没有在交往，是他之后去考空姐嘛，对不对？对，是那个时候才之后才开始交往。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教的那个人数很多啦，在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到他，然后是后续的时候才有在聊天认识这样子。对，而且你在补习班有听说那种事情嘛，所以你在性别教育这方面，你们应该会当老师会特别注意跟学生之间的分寸，对不对？对，而且其实我真的要讲，就是像性骚扰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是感同身受啦，因为老实讲，我没有教补习班，我可能不会遇到这种机会。那在我还没有遇到之前，我自己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就我们会知道看法条啊，看教科书啊，看案例，你会知道说性骚扰这个女生可能会，大部分都是男生对女生嘛，对，那女生可能会觉得心理上有些痛苦，好，那种程度啦，好，那但是自己实际上遇到的时候，那个感受是更强烈的，对，那你就真的可以理解到说，就是被性骚扰的那种感受，对我觉得是可以更感同身受。那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就更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发生了。对，对，所以律师是自己有亲身体验的一个律师啊，更能对于这个性骚扰方面会更加的有这个感觉哈。好，那我们就新修订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嘛，里面有把这个专业伦理放进法条。那请问这主要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专业伦理把它放进法条，就是应该说我们去年的修法，那其实主要就是前一阵子大家一定都有印象了，就是那个 Me Too 的事件。那促使的这个所谓的性别3法等等的这些法律都有做配套做一个修正。对，那把专业伦理放进去，其实大概要禁止的就是所谓师生恋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师生恋。那其实在旧法的时代，其实就有法条可以操作了。那只是这次的修法，它就是把它定得更明确，想要禁止这种规范这样子。是。讲到师生恋，我不晓得老师你有没有看过以前最红的第一部出现的日剧《魔女的条件》。对啊，松岛太太子演的。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师生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哇！所以回想到这边，老师，那就是像说，你觉得这个专业伦理的部分放进这个法条啊，那运用在你们实际的校园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它是比较实用的？我想人嘛，总是七情六欲，当老师、当学生。都是那情愫的产生，其实跟法令规定的18岁并没有真的那么直接的相关嘛。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尤其现在的资讯也比较早熟发达，所以不管是老师去追求学生，或者是学生啊，像我们律师一样被学生猛烈追求，那这种事情其实都不尽然是所谓的成年跟未成年。那所以过去像诚如刚刚律师讲的，在过去的确是也有法条可以操作，有相关的一些规范可以去运用。那但是呢，这次的修法以后，它会更明令去把这专业伦理放进去。其实这对老师来讲，我觉得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保护伞。比如说，如果今天一个学生不断的猛烈追求你，那你拒无可拒，避无可避，你甚至可以跟这个女孩子说：“你这样子欣赏我、喜欢我，可是你可能就害了我。”那这样子老师再来也不能再当老师了，那我的整个生涯，然后我的名誉都会因为这个法令毁于一旦。那真的爱就不要伤害对方。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在对老师一个掐脖子的动作？其实并不尽然。回过来，我想这个律师应该很深切的感受吧。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光明正大的说法，我来跟这个孩子说，你看，法令有规定哦，现在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绝对不行。不然我连工作都没了，投入也没了，名声也没了。那你看，你爱了我，你不是害死我了吗？那或许隔个2-3年，或者不要说隔2-3年，下个学期那学生就不爱你了啦。有时候那种爱就是一种情境的概念而已，一旦那个情境消退，可能也就不见了。那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对老师们来讲，又是一个什么？一个警钟啦。已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写在这里咯，那就请勿踏线。那所以对双方来讲，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很良善，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性平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它终究是一个教育的概念，所以它是一个良善之法。它不是要处罚任何一个人，它就是告诉你，你的分际在这里，你该怎么样过生活，那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会一直觉得这个规范对师生双方来讲，我都觉得它有很大的善意在里面。好，那我们要请教律师你有没有处理过就是师生之间的这个性骚扰的案件？师生之间的性骚扰的案件，当然在处理上是处理过蛮多的啦，对，蛮多的。那种处理会不会比？因为一般我们会讲求很那个实际的证据嘛，但是性骚扰这个就是它有比较模糊的空间，所以是比较难处理啊，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对，因为
像性骚扰这种犯罪，就是尤其是像那个就是性侵害、性骚扰，它都有一个性犯罪有一个特色啦，就是证据的收集非常难取得，因为我们如果要性侵人家的话，你不可能在一些光明正大的场合，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就是证据取得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那不管是性骚扰或者所谓的性侵害其实像我处理过的案件啊，都会除了我刚刚讲那个证据啊很难取得之外很常会遇到就是各说各话，你很常会遇到各说各话。对，那像性骚扰或性侵害我觉得最近法院的判决往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正确的一个指标。怎么讲呢？就是以前我们有个名词叫做完美被害人。完美被害人，所谓的完美被害人是什么？就是你被性骚扰的或者是被性侵害的人，那我们可能在开庭的时候，可能会去问他说：“你当庭为什么？你当下为什么不呼救？好，为什么你被性骚扰或你被性侵害的，隔天还可以出去玩？你为什么还可以跟朋友去吃火锅？这都不是一个感受到心理痛苦的人隔天会去做的正常的反应。对，那所以我们一开始的预设就会是这个是一个完美的被害人，就是性侵害或性犯罪的人，他要有的正常的反应。结果你现在做了这么多不正常的反应，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犯罪是不成立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带有偏见的。对，都是带有偏见的。因为其实我今天心里难受痛苦，我要去抒发我情绪的方式，未必是我一定躲在家里哭啊。我可能跟朋友去吃火锅，我可以暂时的忘记这些事情。对，那所以在前2年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里面，他就去明写，他写得很明白，他说完美被害人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不要再用这个当做一个指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判决。对，是，所以这样子的判决就打破我们一般的印象了传统刻板的印象。对，但是性骚扰的事件确实很容易各说各话。对，这个是在我们处理案件上最困难，我觉得很困难的一个地方，没错。对，那老师你也是处理过很多有关于这校园或者是什么的一些性骚扰，那是不是这个各说各话的状况会很严重？因为它主要骚扰与否是放在一个个人的主观判决里面，那所以我觉得我被骚扰了，可是对方可能他觉得我又没说什么呀，然后如果有的话，我只是开玩笑啊，那别人都 OK 啊，我怎么知道你不 OK 呢？那所以这其实在有关于性骚扰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会特别去强调所谓的这个性，也就是说，它这中间有没有跟性相关，有没有跟性别相关？那过去我们会谈到所谓的性意味。那其实这次的修法也把意味这2个字弄掉，因为意味太难判定了，所以它举凡跟性有关、跟性别有关，那它就可能可以构成对方不舒服的感受。那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修法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对一些概念名词的一个厘清啊，我们尽可能的不要有太多可探讨的空间啊。就像我刚刚之前有举例到的去摸头发的概念，那有人说这个头发没有感受，没有神经，没有知觉，对，那摸它，你怎么会觉得如何呢？可是问题就那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头发当然也就判定在里面，它不是感受的问题，它是身体，跟身体跟自觉自主有相关，那所以你还是要把它列在跟性跟性别有关，也就是说跟身体相关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会慢慢的更集中在这个所谓的性跟性别的概念底下。那会不会有一些老师他其实很认真在教学生，或很用心对待学生，然后鼓励学生拍拍肩膀啦，或者是说亲近一点对他讲什么话，然后结果被误解，然后造成说他还去提告，有这样的案例在吗？其实这样的案例我觉得不算少数啦，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有处理过一个他那个案例，其实就是老师，然后他面对那个小1、小2的班上的学生这样子那他其实就是觉得小朋友表现得很棒就去摸摸他的头这样子，对，那可能被别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是不是有对，就是类似那种性骚扰的。性骚扰哇！对，那当然老师就会喊冤嘛。那其实后来学生他也说没有啊，就是老师只是鼓励我这样。那我还有遇到很多的情形是，
尤其是小1、小2的小朋友，他的那个性别分际的观念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喜欢这个男老师导师，他觉得很照顾他，他就每次看到老师就冲上去抱他，然后对，然后或者是要求老师要牵他的手，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都会很容易会有一个误会在啦，对啊，那这是一个啦，那还有就是像有一个案例很有趣，那个不是我自己承办的，但是这个案例是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去搜寻网络上的判决，我找到的。他这个案例是在一个国文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那他就讲了一个那个修辞法嘛。好，那我们以前会学，那应该是叫做回文吧？对，那不是就是网络上有一句笑话，就是什么大牛比较懒嘛。那你把它倒过来念这样子哦，对，就是他在介绍这个修辞的方法。是。然后我觉得那老师是好意的哦，因为他上课举的这个例子，他一方面是想要希望这个同学可以更有精神，好，然后让大家笑一下这样。可是他后来也讲了，他说这种东西你不要乱讲，在现在这个年代哈啊，尤其是男生不要去对女生讲，你这样可能会有性骚扰的问题。对，结果就其中有一个学生回去跟家长讲了。讲说，老师上课讲这个东西，可他没讲后面，对他只有讲到前面而已。那家长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老师上课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跑去做检举了。是，对，然后后来就启动调查之后，还好一开始认为性骚扰成立，但是后面在法院打诉讼的时候，好，那法官很认真啊，他有去调了当初所有的调查报告来看，好，那他发现说，其实老师的动机他并不是想要做。性骚扰的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就是认为这个性骚扰其实是不成立的。好，那个法官也非常的认真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包含我自己，我自己啊，这里分享我的经验就是，以前我们在补习班上课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就是我会希望他们都是听得懂、有反应的。对，那法律的东西很无聊，那你想要把它上的有，对你想要把它上的有趣，你就是尽量跟他们有互动。对，所以像我以前。我有一次就是，我问了一个问题，台下的学生都没有反应，都没有反应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你们这些死鱼这样子，哇，隔天主管就来找我，他说有学生去投诉说我性骚扰全部的同学这样子，对，可是，对，但我当下我讲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说，没反应嘛，对，那他联想到的是说，可能是男生形容女生在。对，但其实我想的也不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言语上啊，会很容易让人家有个误会，所以后来我就尽量不去使用这样的名词。对，这也是要很小心哦。这都是经验啊。对啊。对，没错。那我们知道英嫂老师本身就是性平方面的专家跟委员，比较不会去触犯嘛。就是有一些不该讲的话，可能都会注意。但是像你们学校，尤其是一些男老师，是不是也有被人家提起这个性骚扰的告诉啊？哎呦，这个就刚刚我们在讲到的，在辅导跟教学两个部分，其实即便到了大学，那孩子们总是也会有他脆弱的时候，就会找导师。那导师当然已经知道了对方做一个大人，你不会去拍他，不会去搂抱他，可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言语上的一个劝说哦，比如说我有经过一个案例，那个老师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行销饮干，整个人都已经对，因为经历性别这件事情，而且他认为说。他真的没有任何的意思，因为这个女孩子来找他，然后跟他陈述说他被跟网友见面，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结果这个男老师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像你这样子一个女孩子要出门，你都不知道要保护你自己啊？你怎么会？其实我们很多的长辈都会这样，遇到孩子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先来念落去。”先念嘛，这好像尤其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表达方式都是常常就是先念的，就这孩子听完了以后嚎啕大哭，他觉得他2度被羞辱，然后就去告老师说所以他告的不是那个网友，他告的是老师。那他觉得老师性骚他，因为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不对等啊、欺压，导致他的不舒服，而且跟性有关，完全符合那个性是这样解释的性平法里头的文字陈述。那当然到最后啦我们在调查的一个过程里头，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是不是所有的性骚只要是学生告老师一定成立？其实不尽然。像这个案子，我们就到最后调查委员就没有判定成立。
只是觉得老师的辅导技巧。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老师好委屈，尤其大学的老师，他是因他的专业而成为一个大学的老师，而不是因为他的辅导能力而成为大学老师。虽然说辅导这个工作对大学老师来讲也是3大要则其中之一啦，所以后来虽然老师性骚不成立，但是我们还是有建议啦哈，这增长其辅导相关的职能跟知能啦哈。那但是对那个老师来看，你知道现场你看到那个老师，你真会觉得说，哎呦天哪，好心办坏事。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在校园里头跟一些老师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包括上课哦，刚刚这个律师所提到的，上课里头你所举的一个案例，或者是你所陈述的笑话，那你都要具有性跟性别的意识哦。那当然，如果一旦具有性跟性别意识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去引用这些，或者是使用一些词语。不过刚刚这个律师那句话又教会我了。其实我也不知道那句话有性，不是哪一个？死鱼哦，死鱼。我也个人不知道死鱼有。对呀。对，你看我们知识量不足啊。老师，你没有爬网路？我有爬，我知道。现在真的很难呢，尤其年轻人好多的用语，我都有时候觉得，即便我跟会误触哈。对啊，即便我跟年轻人常在一起，我也觉得有难题。有难题，对，有困难的地方。哇，那这样子，律师通常这个性骚扰案，如果被告的话，这个案件成立成功的几率大不大？我自己觉得啦，其实都还是要看那个客观的事证啊。对，那我觉得性骚扰本身它真的会有一个模糊的空间，因为它的法条的操作真的很难。非常非常的具体啦。那以我自己处理过的大多数的案例来讲，其实性骚扰要成立的机会真的没有很高。对啊，这个模糊空间哈，然后就是举证又困难。对，第一个是法条的解释啊，第二个就是证据取得真的不容易。对啊。好，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不要去违反这个性骚？我觉得师生之间呐，我觉得尤其在师生之间呐，就是真的还是谨守就是自己的分际啦。对，那尽量不要跟，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尽量不要跟学生私底下做接触。就是也1对1的时候，都在公开场合比较没事。对，切肤之痛。还有证据啊，对不对？对，因为你如果那个私底下1对1做接触的时候，尤其在没有人的时候，对，那我自己遇过的，后来被判无罪，那但是当事人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他短短的1年就瘦了20公斤。对，然后本来不会抽烟，也去学抽烟，每天都抽烟这样子，然后喝酒啊，对啊，那就是他那个案例其实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没什么证据，双方各说各话这样子，然后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起诉了，对，然后后面好险是判无罪了，对啊，但是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我觉得，所以减少私底下的接触会好一点。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说，从师生这个分际开始哈，这个往来的分际要好好的去抓那个分寸啊哈。那今天律师同时也是补教名师了，跟我们做分享，然后老师也讲了一些很多的案例，都是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做参考。那总之就是不要拿别人的身体开玩笑，那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哦，不要去触法了。好，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2位来宾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对，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再会喽，拜拜。